僕人敬聽。5月4日，復活後第3主日。使徒行傳9章1至20節，掃羅不斷用威嚇兇悍的口氣向主的門徒說話。他去見大祭司，要求發信給大馬士革的各會堂，若是找着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掃羅在途中將到大馬士革的時候，忽然有一道光從天上下來，四面照射着他，他就伏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迫害我？他說：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起來，進城去，你應該做的事，必有人告訴你。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因為他們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什麼。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了大馬士革。他3天什麼都看不見，也不吃，也不喝。那時在大馬士革有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主在異象中對他說：亞拿尼亞。他說：主啊，我在這裏。主對他說：起來，往那叫直街的路去，在猶大的家裏去找一個大數人，名叫掃羅。他正在禱告，在異象中看見了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進來為他按手，讓他能再看得見。亞拿尼亞回答：主啊，我聽見許多人講到這個人，說他怎樣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待你的聖徒，並且他在這裏有從祭司長得來的權柄，要捆綁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對他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掃羅弟兄，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再看得見，又被聖靈充滿。掃羅的眼睛上立刻好像有鱗一般的東西掉下來，他就能再看得見。於是他起來，受了洗，吃過飯，體力就恢復了。掃羅和大馬士革的門徒一起住了些日子，立刻在各會堂裏傳揚耶穌，說他是上帝的兒子。呢一段經文記述咗掃羅，即係後嚟嘅保羅啦，喺去大馬士革嘅途中遇到復活嘅主耶穌，佢被光照倒地，眼睛失明3日，後嚟喺亞拿尼亞嘅幫助之下得到痊癒同埋受洗。保羅原本係逼迫基督徒嘅人嚟噶，但係神親自揀選佢作為福音使者。喺呢段經文有3個重點。就係神嘅恩典係能夠翻轉一個人最深最深嘅敵意同埋偏見嘅。第二，呼召嚟到嘅時候係可能係喺我哋最不預期嘅時候。第二，我哋最冇預期嘅時候，可能就係呼召臨到嘅時候啊。第三，進入使命嘅起點係悔改同埋信服啊。
反思問題，你有冇將一啲人視為不可能被神改變嘅人呢？你又會唔會願意好似亞拿尼亞一樣順服神去接納同埋幫助佢哋啊？實踐行動，呢個禮拜主動咁向一位你過去難以接納或者誤解咗嘅人去表達你嘅善意，唔單止去學習接納人啦，同時係學緊接納同埋信任神嘅改變大能。